州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松信宁罕见遭比利时安全机构以反间谍措施禁止入境，此法令连带在欧盟其他26个国家生效。松信宁被指控从事为中国间谍，以孔子学院名誉制罗间谍网。该机构官方网站直接表明，以所处布鲁塞尔而影响欧盟高管。在中国占领下的东突厥斯坦，当局要求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必须在每个星期一早上参加升旗仪式。根据和田地区的村干部提供的信息，有影响力的维吾尔人士在升旗仪式期间在群众面前被警察带走。据报道，在一次升旗仪式上，和田市大巴扎、波斯坦清真寺的伊玛目托尔逊托赫提等10人被点名，他们在群众面前被戴上手铐，并被警察带走。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当局试图以此方式增加对居民的压力。维吾尔活动家在加拿大介绍了东突厥斯坦问题。在位于多伦多的研究型大学瑞尔森大学举行的以"要保护世界，先保护东突厥斯坦"为题的会议上，维吾尔人权活动家茹克叶女士向加拿大大学生介绍了东突厥斯坦和维吾尔人。她还与参加会议的大学生进行了交换意见。香港周六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大批示威者下午在湾仔、东武湾等地聚集，并与警方爆发冲突。有示威者破坏了中国光美新华社位于湾仔的香港分社，其建筑玻璃墙和玻璃门被打碎，大堂遭纵火。警方出动了人群管制车、水炮车等器具，并通过大量发射催泪弹等手段驱散示威者和路上行人。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声称，自2015年以来，在该国持续的冲突中有4235名苏丹士兵被杀。胡塞运动的真实发言人叶和亚·塞里在首都萨那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评估。他说，自2015年以来，在也门的冲突中，有4253名苏丹士兵丧生，其中有850人在2015年至2016年之间死亡。在长期存在政治动荡的也门，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